我們叫阿克力啊，阿克力应该是丙烯吧。所以之前我們都是用油畫，後來就改用丙烯。丙烯它是比較快乾。其實這一個是一個廚房用具，叫做奶油刀，對，切蛋糕的，真正的切蛋糕的。那麼呢，有一次我就到了市區呢，我就看到這個，我就覺得很好，我就說買幾個試試。我太太就問我，你買了這麼你都沒有煮嘛，也沒做蛋糕？我說來畫畫。結果我一畫的話，我就覺得它非常適合我的這種我的手法吧，然後它也很大把，所以我就一畫的話就愛上了它所以我帶着這把刀去了新西蘭、紐西蘭吧，去了很多地方，我就帶着一把刀去寫生了，所以一刀走天涯就是這樣講了。這個也算是跟台灣我一個朋友呢，他本身是台灣魯凱族的勇士，他是用鼻子來吹笛子的，那麼也得過金鐘獎什麼那麼他太太是這裡人，所以他跟我講說，吳老師，你這種畫叫做刀畫，然後你是刀畫藝術家，我聽了就很喜歡，我講對所以他就從此以後，馬來西亞就多出一個刀畫藝術家，應該也是一個罷了啦，因為畢竟刀畫他們都不說他是刀畫藝術家嘛，他們是畫家，對嗎？但我覺得刀畫不錯啊，很好玩啊，所以你看我的畫我都不用筆嘛，很多我們就完全用刀了。以前是有一個日子叫做曬書日，對嗎？每一年，所以蘇東坡他把這個衣服脫掉，這樣子曬肚子，他講裡面很多墨水，很多書嘛，這樣子，所以我們叫做曬畫日。偶爾啦，就是說有朋友過來，我們放在比較遠的地方看一看，也不是說完全曬啦，就是展示在野外。畫可以跟大自然融合在一起，而不是一定要是在這個美術館啊、博物館啊，對嗎？在榴蓮樹下極好。我都是畫大自然的為主，然後從小都是在鄉下長大嘛，眼睛張開來就是這些。好了，這張畫就完成了。我是畫我的故鄉，叫做福羅山貝，對吧？那麼這個題目呢，這個叫做回家的路。我也是希望我們身為游子，曾經出去外面離開故鄉好多年，那麼呢，通常我都畫了這張畫的話呢，叫大家回家多多孩子，多多回家看父母看看你年老的父母，你的朋友。夜是故鄉的明泥土是故鄉的芬芳，對不對？所以我這幅畫叫做《回家的路》，獻給大家。